好嘅，大家好，歡迎就嚟到11月份嘅最集團 MMM 啦。咁就循例都同大家講翻成個環球主要股市指數今年嘅表現啦。第一名就見到比較突出嘅就係韓國，韓國就由於成個企業改革啦嘅制度啦，同埋最近都係一啲芯片 AI 股票，咁佢亦都有 Samsung 啊、海力士啊呢啲儲存芯片嘅都做得非常之好嘅，今年嘅業績亦都好受大市追捧啦，所以升得非常之厲害，有70%。咁而之後之前都有40% 嘅港股咧，就有稍微有啲回調啦，主要都係受到之前中美關係嘅一個有機會加劇，即係 Trump 呢邊可能就會再重新睇翻對中國加關稅嘅一個影響咧，就有回調嘅。但而家都有適當嘅一個反彈翻轉頭㗎啦，即係香港最高27,000點，一夜就調翻差唔多2000點到25,000點嘅位置，而家都開始大家見到個關係緩和咗啦。咁去到11月1號嘅時候，其實Trump 同埋特朗普呢邊同埋習近平嗰邊咧嘅取勢同表態都比較溫和嘅。咁暫時嚟講，嗰個衝突係冇話上升到一個嚴重嘅區間，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港股都係做得比較好嘅。而至於美股方面啦，美股方面亦都開始慢慢追緊上嚟嘅啦。咁其實見到大家見到成個今年其實成個股票市場都做得幾好，除咗菲律賓同埋泰國之外，咁美國嘅話道瓊斯指數就11.8%啦，標普就16.3%啦，咁就 Nasdaq 更加好啦，Nasdaq 就2.9%，咁所以今年兩大經濟體啦，其實中國同埋美國呢兩個股票市場嘅表現咧都係唔錯嘅。而至於其他股票市場表現咧，亦都除咗一啲負數有3個之外啦，其實今年大家都升得唔錯啦。最嗰個印度啊，而家今年升咗7.4%啊，咁亦都係一種係咯，即係資產開始慢慢有風險市場嘅。過往3年嘅疫情之後，其實就減息加息完之後啦，開始有乜嘢個市非常之旺同埋火熱嘅，咁就大家都可能會小心。最近可能有啲話美股方面可能有啲 AI 股票估值已經 over 咗嘅咯喎，咁同埋佢哋之間嘅誒嗰個生產製造係咪真係咁 sustain 到一個咁長咧？定係純粹就係 AI 產業入邊啊，我買你嘅嘢，你買我嘅嘢，咁樣即大家自己各自同各自玩咧？咁睇翻啦，咁就睇翻大市嚟講，睇翻美元指數啦。咁其實美元指數喺10月份咧，其實係時隔5個半月啦，咁就再次衝破翻100大關嘅。之前大家都睇到美元好弱啦，咁但係其實之後咧，都好明顯嘅反彈趨勢翻嚟嘅。今次其實美元強係唔係因為美國經濟好所以強啦？而家成日見到美國嘅失業率啊，同埋 CPI 都唔係話一個好好嘅一個趨勢，暫時翻嚟嘅。而係暫時嚟講，海外政治嘅不確定性啦，同埋美聯儲降息嘅預期，其實係有啲回落咧，咁就令到成個美元指數開始慢慢往翻上升嘅一個趨勢嘅。咁其中一個導火線啦，就係法國政治動盪啦，而之後咧，日本嘅高市早苗啦，當選咗特首啦，亦都加劇咗呢個日元嘅貶值壓力啦。咁最後啦，其實10月份嘅 FOMC 會議咧，亦都係釋放比較鷹派嘅信號嚟嘅。雖然降息咗25個基點啦，同埋結束咗縮表啦，但係其實佢都即係呢邊都暗示咗，其實可能12月下一次嘅會議咧係會暫停降息嘅，就比市場預期係會差咗嘅。咁亦都係成為咗美元破百嘅一個主要推手啦。咁暫時美國政府停擺啦，咁就造成咗呢個數據真空啦。咁同埋普遍咧，而家目前市場預期政府重啟之後咧，公佈嘅數據咧，應該係會比較惡化為主嘅，即係最重要就係啲非農數據啦。咁就停咗差唔多2個月啦，咁就仲未公佈。如果有機會出現惡化嘅話咧，係會有機會令到成個美聯儲咧係會加速佢哋嘅減息嘅一個速度嘅，同埋可能會連續減得更加多息，因為最近其實前嗰幾次嘅經濟 report 都見到美國嘅就業趨勢係有個趨勢出緊嚟嘅。咁如果呢個趨勢都係確定，咁喺經濟停擺呢一段時間段咧，即係政府停擺呢個時間段咧係有持續落去咧，咁有機會咧一出數據嗰下咧，就馬上有一個比較大嘅反應啦，因為係累積咗差唔多
係累積咗差唔多好一段時間，即係累積咗差唔多2個月時間經濟數據一次過反映市場上邊，有機會係要有一個比較大嘅衝擊嘅。咁暫時嚟睇啦，同埋除咗美元方面啦，咁講埋 AI 啦，AI 呢邊其實就係2025年啦開始咧，其實開始美國最大嘅 AI 營運商咧，即係 Microsoft 啊嗰啲咧，佢哋個 CapEx 咧，即係資本開支咧，其實預計已經超過3000億美元㗎啦。咁AI 相關嘅投資啦，對成個美國嘅經濟增長嘅貢獻咧，係差唔多高過1%嘅。咁而企業嘅 AI 使用率咧，亦都係升到10%啦，而有61%嘅美國成年人咧，喺過去6個月咧，亦都用過 AI 嘅。咁顯示出咧，其實呢個技術 AI 技術咧，亦都係快速滲透嘅，即係唔係一啲好虛幻嘅概念啊。唔似之前嗰啲元宇宙啊嗰啲咁嘅嘢，而係好真實咁落實到我哋嘅實體經濟同埋人日常生活方面嘅。咁所以 AI 呢樣嘢非常之嗰個可靠性非常之高嘅呢個投資。咁但係啦，咁其實嗰個增速咧已經連續2季度咧超過30% 㗎啦。咁即係投資嘅一個CapEx 啦，咁亦都係帶動咗數據中心啦，同埋電力投資嘅呢兩方面，亦都見到啊，大家都啲電力股啊，反而啲傳統電力股反而升得非常之厲害。咁主要就係嗰個供電啊，因為 AI 咧佢要起多 data centre 啦，去處理佢嘅數據啦，咁但係佢嘅電力咧係跟唔上嘅，暫時嚟講，即係過往嘅電力 power 啦係跟唔上，咁所以都有啲新嘅板塊突出緊啦，包括呢啲 uranium 啊。發電啊、電力公司啊，亦係啊，亦都開始會有個轉型喺度啦。係啦，都見到開始慢慢好多資金投去呢啲上游方面啦。咁同埋目前嚟講，呢啲公司嘅市值咧，亦都升得非常之快嘅。咁目前市場就對 AI，即係最近就一啲投行都話對 AI 嘅泡沫咧就比較擔憂啦。咁目前全球54%嘅基金經理咧都認為 AI 嘅股票咧係處於泡沫嘅一個 range 入邊㗎啦。咁而ASOS 咧亦都係將當前嘅投資潮啦，咁就稱為工業泡沫啦，咁就區別翻2008年嘅金融泡沫啦。咁歷史經驗就證明啦，其實重大技術嘅創新咧，咁就會有機會有一個投機性繁榮，即係我哋而家經歷緊嘅情況啦。咁就例如1920年代嘅汽車電力嘅一個繁榮啦，1990年代嘅互聯網泡沫啦，咁呢啲泡沫咧最多都喺利率上升啊、盈利不及預期同埋監管收緊之後咧係會破裂咗嘅。咁我哋大家都要小心啲留意啦。咁雖然而家暫時嚟睇咧，成個 AI 嘅行業都係發展得比較早期嘅階段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加速上升嘅表現嘅時候，大家都可能要得係咪都係離場啦。不過通常離場之前嗰段時間就係最瘋狂嘅時間，即係股市升得最癲嘅時候。咁大家都要喺啲市場係咁升嘅時候，就要保持返個警覺性啦。係啦。咁好啦，咁講翻一啲數據方面嘅嘢啦，咁就去翻環球股市行業方面，環球股市行業方面，OK。好似行業方面啦，咁就見到第一名嘅債券表現咧，就係新興嘅美元債啦，環球收益債啦。其實呢兩個債都今年都做得唔錯嘅，都有10.4%。本身就係由於成個全球嘅利率水平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啦，同埋都大家鼓吹緊呢個減息嘅一個預期，咁亦都令到由於減息之下咧，令到債價上升嘅一個兌現嘅。咁而另一方面啦，就係呢個行業方面嘅話，暫時 IT 咧係第一名嘅，即係由之前年頭負嘅時候啦，開始慢慢去到年底啦，可以升翻上嚟啦。一啲大家啲傳統資金、避險資金咧，可以慢慢去翻投機性，咁就令到成個 AI 板塊啊，包括Google 啊、Apple 啊啲，其實都開始慢慢創緊新高，開始爆上去呢啲傳統嘅大型科技股。好，咁呢邊就再同大家講翻成個美國嘅表現啦，一個經濟數據出嚟啦，咁就非農人數就好不幸啦，咁就由於政府停擺咗，咁就依然都係 keep 住係月份嘅數據嘅，都冇公佈晒，咁就見到其實個 trend 都係比較唔好嘅。咁可能就係因為更加唔好啊，另一數據，所以佢就選擇咗停擺啦。大家都可能有呢個猜測啦。
咁就希望佢可以快啲真係公佈翻個數據出嚟，咁俾市場有翻個正常嘅調節機制啦。whatever 佢好定唔好都好，咁但係市場係需要知道呢個數據，同埋去根據翻呢樣嘢去做翻一個調節，即係對投資呢方面。咁但係可能呢方面都會係一個暫時會比較大嘅風險啦，係啦，即係就係數據，因為就係數據同美聯儲嚟緊嘅減息步伐算係比較息息相關嘅。如果就係數據真係出嚟比較差嘅話咧，係有機會大幅咁增加美聯儲嚟緊去減息嘅個速度啊，同埋預期啦。咁同埋咁，但係另一方面咁，可能呢方面利好股市啦。但另一方面，如果真係經濟太差嘅時候咧，都係會對成個企業，即係對大家嘅投資環境係一個拖累喺入邊嘅，係啦。所以呢個係一個雙刃劍嚟嘅。咁另一方面啦，就係呢個 PMI 啊，PMI 嘅美國製造業 PMI 就48.7啦，而服務業 PMI 咧就由低位有啲反彈翻，好轉少少52.4嘅。而至於講翻 CPI 方面咧，就你話好又唔好，好又唔係，唔好又唔係，因為其實大家見到個 trend 啦，其實由2025年嘅5月份開始啦，去到其實2.4咗個水平啦，其實見到由 Trump 開始推關稅政策之後咧，係慢慢開始回升翻嘅。咁最近一次其實雖然比預期3.1要少，但係都有3%嘅一個通脹率嘅。咁亦都係見到呢個數字咧，係慢慢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嘅。咁亦都係會大家擔心啦，就會如果通脹又上翻去嘅話，而失業率又開始下降嘅，咁就又進入咗一個叫 stagflation 一個比較滯脹啦，一個比較差嘅一個狀態啦。咁而剔除咗食物同能源價格之後嘅波動嘅9月份嘅核心 CPI 咧，係按月增0.2%嘅，按年增長率為3%啦。咁就低過公司預期嘅0.3%同3.1%嘅。咁暫時嚟講都要比預期低係件好事嚟嘅，係啦係啦，預期升得咁快，咁但係見到個趨勢都係有一個比較差嘅跡象嘅。咁而至於去到 Fed Watch 呢邊啦，咁就 Fed Watch 係一個監察美聯儲減息預計佢哋減息路徑嘅一個工具啦。咁就嚟緊12月份咧，都係有比較大嘅機會，但係都唔係90%嘅，而家得返67%係會再去減多一次息。咁而下一年咧，亦去到6月份為止咧，亦都係可能會再減多一次息嘅啫。咁所以其實個速度係放緩咗嘅。而至於美國10年期嘅債息率嗰方面咧，亦都係維持喺4%左右啦。暫時嚟講都冇乜太大嘅變化。咁大家如果預期佢會減息減得勁嘅話，就可以趁而家鎖定個利率，就買翻啲美國債券去鎖定翻4%嘅一個收益率啦。係啦，穩定嘅收益率。咁再講翻中國市場方面啦，咁中國呢邊 CPI 咧就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反轉啦。咁最近兩次由-0.4%、-0.3%，今次就終於轉正翻，就翻0.2%啦。咁就主要就係受擴內需嘅政策推動啦。咁加埋雙十一啦，今日唔係雙十一，係因為11即係中國國慶同埋中秋節嘅長假期推動啦。咁10月份其實 CPI 就按年升咗0.2%嘅。咁就比市場預期就好啦，亦都係相隔3個月有個正增長啦。咁扣除翻食品同埋能源價格嘅核心 CPI 咧，就按年升咗1.2%，咁升幅咧就連續係6個月以嚟擴大咗嘅。咁作為2024年3月以嚟最高啦。咁而 PPI 方面亦都係按年減2.1%，而跌幅咧都係比上個月收縮咗0.2%嘅。至於 PMI 方面咧，就見到有少少回落啦。咁就今次49%一隻，咁比上個月係跌咗0.8個百分比嘅。咁就亦都係上翻去一個叫擴張嘅水平啦。咁但係中小型企業嘅 PMI 咧，就分別就係49.9%、48.7%同47.7%。咁每個亦都係下降咗 around 1% 左右嘅。咁見到對 PMI 方面，大家可能對由於成個關稅政策落地啦，咁見到其實出口整體去講出口咧，亦都係有一個回調嘅。咁就可能會對成個而家結構啊，就所影響。雖然內需而家就 CPI OK，但係佢成個出口可能由美國支撐，甚至轉出口嗰一 part 咧，係會受到一部分嘅掣肘，咁就反映咗喺成個 PMI 指數上邊啦。咁講埋出口方面啦，出口方面其實數據就係今次嘅負1.1%啦。咁就係其實自半年以嚟第一次由4月出現首次嘅下滑啦。咁就雖然第一暫時嚟講有一個休戰啦，其實即係關稅冇升得咁嚴重啦。咁但係而家個緊張關係咧，亦都係令到外國嘅採購商啦、
有啲卻步啦。本身佢哋趁未有關稅呢段時候咧，已經喺中國拎咗好多嘅出口，咁所以都有啲庫存壓力啦。咁未清咗啲庫存之前咧，亦都唔會再出手噶啦。咁同時佢哋都可能會籌劃緊，可能佢哋都如果貨斯度啊嚟緊中國同埋美國嗰邊嘅關稅戰越嚟越嚴重嘅話咧，佢哋係會採取一個叫做轉出口政策，轉即係就會將佢哋嘅目標可能將佢哋嘅工廠啊佈置翻其他國家，就例如印度啊、越南呢啲地方嘅，咁就會拎翻一個稅務優惠出嚟嘅。咁所以嚟緊呢方面都係一個比較大嘅 concern 啦。咁好，咁就關於投資呢方面咧，就講到呢邊。咁啊，嚟緊就請翻我哋誒 compliance 嘅 head 過嚟同大家講翻 compliance 嘅一個最新趨勢嘅。唔該大家，請稍等啦。